即马渐渐别项代志拢会当讲平常心去看待。即马调整的是家己的心，莫甲一切拢看甲遐严重，遐无信心，对家己无自信。这拢是互家己烦恼佮有痛苦的来源。即摆我咧，就是讲，像讲伫咧公司啊，若讲大家开会，都袂学袂想讲这代志应该是爱问我，因怎会去问别人？袂安尼想啊，就是顺其自然。若讲因要问别人，就互因问。我就是伫边仔看的一个人，若讲问我，我嘛会去回答。毋过袂像进前安尼，拢足欢喜的，讲甲我问，我一定爱，我着爱回答甲足水气的，互大家对我的印象诚好，印象介深。进前拢有足侪。足侪安怎讲？在遐暗算，算来算去，其实拢是介好笑的，拢是家己的心内剧场伫遐作怪。即摆若讲家己的角度，着去看，讲这哪有啥？今仔日开会，你安尼，就是若讲无迄种有望，迄种有望，就是讲看会使捡着啥物好，踏着好时机啊，去做啥物顶事，捡啥物软好康的，无就是讲有啥物机会互人，有一个舞台会当表现一下，进前的我，就是定定拢想要即种欲望，想要互家己互一个发挥。毋过咧嘛无配合，这叫一个配套的即个案，变讲敢若是心内安尼梦，安尼伫遐想幻想，毋过嘛无去配合讲。做啥物代志拢足积极的，拢无呢。这着袂需要讲，这日子个，有一个日子甲我诚好的，这个同事坐我对面，即摆去别位公司，伊嘛是定定伫想讲，伊足有才调的，伊应该是会当升起来。甲大家领导，去做头人，咱这组的，咱这部门的，这个顶司，伊嘛有这种愿望。毋过伊着定定若有人找伊合作，有啥物案，伊着会开始讲。开始提示讲，这毋是我爱做的，这哪会每摆拢找我做？我意思毋是讲这毋好，是讲这就是一种矛盾。若追求要追求这个，互大家讲你足适合做顶司，会当讲跳牵绳起哩，做这部门的头人。就变做讲伫做法，伫若业务来找时阵，即种形象，即种讲万事拢讲无问题，足积极，这可能就是爱配合来做。我嘛是共款啊，我平常时就是哪做哪毋做，就是。嘛，定定伫咧学台语，做我的代志。
毋过若阁希望讲，平常时是安尼懒买，阁希望讲伫开会时阵，伫啥物时阵，互人发现讲，咱买嘛有一步读，安尼其实是毋免安尼，因为安尼就变做讲，我做代志袂自在，我就阁想要人甲我学落，互人去看讲我的才情。毋过平常时阁做代志阁遐交提示，阁遐消极，安尼就变做讲，我的愿望甲我的行动是无一致的，安尼就本底就会讲较无简单，会当会当互我完成我的愿望。毋过要安怎讲咧？就是这敢是我真正爱的，也是讲我就是有一个欲望，想要安尼尔。就变做讲这可能是写伫头壳内底的一个思想，就是讲做人就是爱一直爬起哩，去做一个领导，安尼做员工的价值就伫遮。我有替写入去这种思想，毋过我若讲平常时伫做代志，变做是做我家己爱做的代志。毋过就无替人去写这种思想，是讲家己爱有主张，爱知影家己较下做啥物代志，毋免去看别人拢安怎做，毋免去学别人的人生的目标。就是讲这种思想较无刻伫家己的心肝顶，爱家己去豆豆体会。我若平常时就看着讲，这人足好运的，去先起来做啥。我平常时就足欣赏的，当然就是看轻家己即马是做家己想要做的，阁会看轻。这就是人的一种矛盾。当然就是爱会当发现。以早我呢，就是会想讲，我哪会遐无完美啦，遐侪欠点啦，真艰苦。即马就无共，即马就渐渐豆仔会知影讲，若会当发现家己的问题，这就是上要紧的。自头到尾拢无做啥物失甲差的代志。拢做完美的，这是大家去欣赏的。毋过，这只是咱一个追求，就是无欠点，无耽误青春，无行的路，无行失甲差，安尼尔。这当然嘛是咱每摆看别人的故事，拢敢若看着一面，拢袂记讲人有足侪面、足侪面相，足侪方向、足侪角度，无共款的一面。咱拢无这种意识，就掠准讲，咱嘛爱做一个完美的人。若讲发现家己较脆弱的所在，即个欠点，就会足艰苦的，想要家己藏起来，无就是跋在心里，去找一寡借口，讲是某物人害的，若毋是某物人，我就毋是囡仔安尼生。
这变做是侪人的心理的机制，拢安尼想的，理路拢是如此。毋过，我若行无共款的路线，我会当讲为一项代志去看出一个人的理路，一个人是受到啥物价值观去影响。若我会当做甲安尼，对我写册嘛足有帮助。而且嘛毋免管讲写这册爱互谁看，无人要看，这是一种现实的运用，拢想讲爱紧有一个，报酬，就是讲做啥物代志，拢望讲有一个成果，这嘛是一种思想替互洗脑去。咱若讲学台语了后，较知影讲，这世界有足侪思想拢甲人洗脑。咱较学台语的人，较知影的是一个华语的教育，华语的价值观。就讲这台语啊，毋是华语的语言啊，安怎歹，安怎无价值，安怎粗鲁，都咱即马知影讲，这拢是有一寡，拢是有计划去做一个答案。我想讲，这毋是要互我艰苦，要互我想讲，哎呀，哪会每届拢紧来紧去，拢紧着迄种做毋是大众化，做毋是足侪人拢追求的目标，拢是徛伫较边啊，较毋是讲上主要的迄种价值，就是嘛是受到足侪思想的影响，较会想讲人就是爱做大家欣赏的，大家想要看的，想要去讨论的迄种人，无法度去看到无共款的人的价值。因为当然，这个媒体、这个社会无这种教育，就是无共款的人。有迄种讲无共款的人，伊会当趁大钱，伊就趁大家拢无发现讲这个领域这个所在是足值得拍拼的，伊就先去拼。背后变甲足厉害，会当趁着钱、趁着名声，大家讲这人有眼光。毋过这人爱互大家会当欣赏，头开始嘛是爱讲伊的成就是会当趁着钱，会当互大家明白，爱踏着这个社会，大家要伊的这个项目。拄啊好是伊伫做的，当然都毋是真正讲大家会重视讲无人要伊的代志，像讲文化语言，这个意识，这足侪人是较袂要伊，毋过政治因为这足现实的，而且拢看会着、看现，倒一党摕着政权做的代志，对倒一个族群较有利，无就是影响即个国家的前途甲方向。政治变做讲看现，嘛是做主流的价值观，毋过伊背后讲有啥物文化、啥物历史啊、古早的一个保存啊，
即种物件就真正是无啥物人要伊，因为趁无钱，除非变做一个潮流，安尼大家就无共款啊，大家态度就会改变，就是讲，即个社会有足侪人，毋是真正讲对啥物代志，足诚实的，嘛毋是，是看着即个社会伫咧震动，即社会对啥物物件，死行，伊就开始撞伫咧头前，就是安尼尔，就变这嘛是人的一个生存，生存，而且会互大家想要学的一个方式。若讲爱安尼，就是做家己想要做的，无人要伊的，搁趁无钱的，搁爱倒贴的，这大家加是讲做配合的，就安尼尔，嘛袂讲大家拢爱学，大家讲这个人足厉害的，嘛有即种人，心内想讲这戆人，这世间嘛有即种遐艰辛的戆人。毋过我嘛无想要做戆人，这有一种价值观伫遮，这就变做讲，伫即个地球，大家拢想要有钱、有权利，有权有钱，讲话会当足大声。毋过有一好就无两好啊，就若亲像讲，最近我有去看一寡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影片，伊就有讲一个观念，讲你若讲即个中国足强的，伊颠倒伊就对人民就无信道啊，伊就变讲。就是讲，足侪角度，咱敢若看到一种角度，无看到伊背后，背后会有啥物影响，毋是讲像讲成功，大家拢爱做顶司、加薪去大公司，大家想嘛拍破啊。毋过这咱就共款。无去想讲背后，就变讲大公司，我嘛带过大公司，当然嘛有伊的问题。变做讲，这就想法的角度，拢爱去进步。当然，大家无去要伊讲咱想法的进步。咱拢要看到成果，就是讲若这个人会当做啥物薪水悬啊，即个做替人省起来啊，这拢是好代志。咱就袂看到讲其他的物件，这就是思想足表面的，无去探讨搁较侪物件。即马其实我会当行即种路线，就是去探讨搁较侪、搁较深的代志，而且爱看较开咧，就莫讲万项代志，搁遮嘛想，这嘛要爱，迄嘛要爱，结果啥物拢无，而且搁无快乐。这嘛要爱，迄嘛要爱，变做讲拢讨无，讨无，遮嘛艰苦，遐嘛艰苦，做啥拢互我真艰苦，这就是家己的拖磨。我爱发现即件代志，就是讲即个咱伫即个世间，伫咧生存，咱爱定定看到一寡现象，而且莫惊讲家己行的路是较失败的，
这失败当然是即个社会观念，有欠点的，伤匆忙的，有一寡负面，拢毋免惊，真正。我即马爱心理上爱做诶代志，就是莫惊讲家己有欠点，家己有欠点，我较有法度去加去用无共款诶角度，较袂讲为着要维持即个无欠点，这做完美诶，为着要维持变做即个思考会挑限制，会挑限制啊！为安怎咧？就是想讲，你爱写出上标准诶答案，你较有法度完美，变做你写诶答案无败可能性。毋过，我若是一个有欠点诶人，就变做讲，就像讲量子吼，伊会当一嘛会当零，吼，伊毋免去确定是一抑是零，就是讲这有做者变化，只不过吼是咱足久拢无即种概念，就变敢若有一种思想，就若亲像讲华语诶人，伊头壳内嘛无啥物母语啊，别种语言啊，对伊来讲有可能就是学一个语言，就是一个能力，为着讲要去趁食，为着要去考啥物多语啊，有诶无诶，对伊来讲，这就是伊诶理路，就是安尼。若讲真正是介意一项物件，去学内底有一寡思想、文化、历史，阁有足侪人诶故事，我着需要去思考，为安怎这人会安尼做咧？这就若亲像我爱看诶即个 YouTuber 公主心，伊就是会定定讲，即共产党迄当时是安怎做，即摆因安怎做，因诶想法是啥？我嘛需要去看即台湾诶历史诶时阵，就莫惊吓讲，哎呀，哪会安尼遐残酷？看袂落去啊！这无需要安尼。我永远是会当去想讲，莫去想讲公平无公平，这拢是有牵涉的。牵涉讲，我若即摆思想就是惊家己有，就是毋是讲行一条足紧、足标准的路，用一个足标准的姿势去行我人生的路，我就感觉足遗憾的。我若会安尼想的话，当然我对历史嘛有即种想法，就讲当初时若无啥物人，若举一个例，每届讲到台语的发展，替人打压，我就会想讲若当初时无国民党安怎，这就是反映着我对家己的看法。我就会讲，若当初时我安怎，我若安怎去行，我就会当讲变甲逐个足兴盛的，资源足济，讲话逐个听，变一个，就是变逐个心目中迄种，迄种标准的人啊，想要做即种标准的人，足厚的人，足想要做即种人，即种思想实在是无介好，
无人讲这，无人甲咱讲即个思想是会影响咱对家己的价值，无人讲。毋过其实家己爱去思考，这当然会影响着家己对家己的。听有人讲着，我的欠点的所在，我可能就会足气的，足愤的，有可能放袂开啊，足惊的，有一个暗影，有诶无诶，即拢是甲牵涉着家己对家己的看法共款，就亲像讲。我就想讲，即个查某夜妇理智啦，哪会对我的看法对我的态度遐歹？有可能是讲，伫个工课上，我甲伊反映讲，你莫伫改啊，你这改甲安尼安怎安怎？有可能有几句话甲伊得失着，甲伊插着，伊就变做讲足侪年。足侪冬拢无法度放袂记，看着我就特别甲我当作冤仇人。我若讲就袂记即件代志啊，是最近阁有一个新的即个设计师来公司，伊嘛叫我改这改迄，甲我的即个作品改甲搁较好看。我较会想起来即件代志，就变做讲的人拢家己拢袂记啊。毋过听人讲的人，犹原记条条，犹原迄个恨无法度消透。就算讲尾仔我想讲，这人对我哪会遐有意见，我嘛尽量讲，对伊较友善的，犹原是无效。就变做讲，这都是家己对家己的看法的问题。我若讲，搁维持讲家己对家己的看法是甲，是无去建立一个信心、自信。我嘛会定定足简单就着伤啊。人讲啥物话，就甲我伤着啊，有可能。就足侪冬，迄人拢袂记啊！我犹原记条条，每摆看着伊，就足愤的。其实毋是对伊愤，是对家己心内心肝头迄个无法度过去，是就是希望家己是安怎的人毋过实际上可能无法度达成，是即种。这种无一致造成的痛苦，毋是迄个人互家己痛苦。我嘛是爱变，若爱变一个坚强的人、自在的人，我就需要安尼去甲我的插足简单就替人插着伤，疗一疗就一挂就流血。即种脆弱，我爱知影，爱甲刀仔收起来，爱放过家己，爱接受家己做侪代志，安尼我较有法度，真正会愈来愈好。若讲拄开始学台语的时阵，就真正足脆弱的。若有人问讲，你是为安怎拢一直咧练台语啊？心内对方想讲有啥物好康的，我哪会毋知嘛？讲出来，互我嘛会使讲有一个自信，进步。到时我嘛通好来练。毋过我就跳插着，因为我就不时想讲，我台语讲甲无好，拢会跳人嫌。这人就是来甲我嫌呢，就变做。迄个时阵，做到着伤的，我嘛会使去知影讲，迄个时阵家己足简单就着伤，
迄个心理的状况。啊，到呾吼，就是较有信心，而且别人安怎讲，就不爱插伊，不爱插销伊。有即种自信，就是对家己有建立一个信心。因为我想讲，恁若连即个意识拢无，安尼我比恁走甲搁较头前。当然，即个社会价值观就是讲。爱安怎算做台语好啊？这腔口真好，大家听起来足爽快的，安怎？毋过有足侪面上的搁这是讲话尔当然搁有听拢啥物拢听过，一听就知影啥物意思。搁有一种是写，搁有读。其实做侪面上的，我拢知影。毋过我阁是用别人的角度，别人拢是用说讲台语，讲有好势无好势，有一种华语腔，抑是无。即个变调安怎是天生的台语开口，抑是讲后天较去学的。就变做讲，大家拢伫追求这，因为这上明显看会出来。大家拢有喙的人，拢会当批评。当然，伊无法度批评讲你写的台文安怎，伊家己就看无。无就是你读台文，读啊足厉害，人嘛毋知影是要安怎甲你判断，就变做大家看的。角度拢做下，毋过我家己嘛受着影响，就因为想要互大家学落，变做我煞嘛甲别人的观念共款啊。当然，这就是爱家己来调整的，爱看着无共款角度的价值。这是人一世人拢爱要伊的一个话题啦，一个题目。即个人生的课题是做袂了。毋过，大家定就是看到即个表面，就是趁大钱。有名声，当然嘛是为着趁大钱。啥物拢是为着即个搁较好的生活。就是大家角度嘛是做下的。毋过，因为大家拢安尼足强烈的一个角度，虽讲足下，毋过足强烈的会甲我影响，变做我嘛真做安尼的人，安尼的观念，就替别人牵走去。我定定想讲，即个华语的世界，大家拢惯死，华语足强势世界。我拢会较细腻，莫互因牵去。毋过，我家己的价值观头壳内底即个理路，颠倒替人牵去。我煞拢无要伊。这拢是我定定去思考、去破解一个概念。就咱亲像讲。我若无法度接受家己无改好，毋是做完美的，有欠点，就变做讲今仔日我台语讲啊嘛真无好，无够好势，一个华语的腔口，无就安怎，大家可能听着会有淡薄仔艰苦。我若讲犹原是为着这，就想讲。我要安怎？我爱安怎？较会当真做一个台语讲甲真好的人。我若有即种看法、想法，就这意思就是讲，我也不会找着其他无共款角度的价值。我犹原是照即个社会，即个无形的共同的价值。
照这理路替人牵去。哦，阮即摆就豆豆爱知影，替人牵去，毋若是花野甲人牵去。这社会，大家去强烈想要爱的有望，即个观念嘛是足够甲人牵走去啊，就是安尼。